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宜兰的甜心芭乐，即卖当咧大出。这种品种的芭乐甲一般的无同哦，果肉软 Q， 老大人特别爱食，所以少年人拢会买回去友好时代，红讲是好心芭乐。宜兰头城上顶的芭乐，唔但看起来白泡泡，果子肉嘛幼绵绵，好时大人食甲真散脆，就是要食嫩个 Q 的。咱的嫩是 Q， 老岁仔人特别爱食，所以咱少年人吼，足侪拢会买回去友好咱的时大人。芭乐唔但食起来真香甜，果子肉嘛真幼，是时大人上爱的。七月拄好大出，伫头城有山毛海的地理环境，芭乐够嫩够甜。这摆邮局嘛和农会合作。全国360元里面啊，有10元啊，会捐赠给那个头城的正方剂的那个安养院做公益用啊。疫情期间，农会和邮局的合作，让全国各地民众拢有机会食到甜心芭乐，而且嘛会使来做公益，会使讲是1减2个蒙拉减4块。